其他人唔會同你講嘅嘢，一條片話晒俾你聽。屈當一期四面神被譽為近世最靈驗嘅四面神派系之一。喺2508年期間，龍坡練得到四面神嘅啟示，創造咗屈當嘅第一期四面神。當年由泰國政府儲備局鑄造，可見當年泰國對呢一期嘅重視。全數製造2558件。接住落嚟將會教大家最基礎嘅鑑定方法。咁第一樣嘢就係個嘴，咁你會見到呢一個位置必須有一條暗線。其次喺右手邊嘅位置會有一個寶瓶，喺寶瓶上邊會有明顯嘅線條。大家留心啲睇，每一件都係會有嘅。除咗呢兩個位置之外，正面仲有好多個鑑定嘅位置，但係由於時間所限，今日就講唔晒啦。有興趣嘅可以私信我慢慢同你講解。有呢一個位置亦都係十分重要嘅，頂環呢個位置應該係平滑嘅。然後就到背後，最重點嘅就係呢啲暗線，我哋俗稱太陽線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線條唔好太過生硬。喺左下角嘅太陽線，正常嚟講會比較清晰。然後就係最基礎嘅切邊打窿位。喺打窿位嘅側邊會有印刷嘅痕跡，喺左右會有壓落嚟咁樣嘅感覺。你學識咗未呢？如果有問題，歡迎聯絡我。我係 Jack Wong，薩瓦迪卡。